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是提悬着民众危机的意识。国防部讲，今年的民安演习将要第一届加飞弹攻击来列入到演习的项目。瓦斯管线泄漏了。龙岩伫凊管上载航虎咧离开灾害现场，民安演习过去大部分是以天然灾害做模拟的状况，不过受乌克兰、俄罗斯战争的影响，国防部表示今年加入战争灾害、互不免飞弹攻击等等的状况，要来提升应变能力。若是兵役以无受罚做目标，若无受罚，唔是4个月，就是1年。不过这部分要来讨论。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的研究啊，我们还跟各位讲，这个东西啊，还是要慎重去思考。那大众的意见，我们都要去采纳。另外，最近传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证据显示，中国要打算在今年秋天接收台湾，但总统嘛有上新的回应。这个是在操作认知作战。蔡总统入来无代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啊。啊，那下一任总统是不是得危险？干没安呢？没有啊，这个我在这个任上，我当然尽心尽力嘛。至于下一任怎么样，这个我就离开了嘛，就退休游山玩水去了啦。一直拢有来自对方的威胁，不过趁即马这个时间来提升全民国防的意识，反正是上好的时机点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